秋天仲有一個節氣霜降要到啦，嗱，屋企有老人家小朋友容易鉗鉗聲或者脾仔唔係咁好嘅咧，記得煲翻個阿膠杏仁粥俾佢哋試下啦。嗱，杏仁同埋阿膠嘅處理咧有巧妙噶，點讚收藏啊！嗱，杏仁咧記得要去皮啦，如果你買到呢啲帶皮嘅咧，用滾水渌佢30秒，再過一過冷河，一搣就甩噶啦。仲有杏仁個尖咧都記得要搣咗佢噃，因為杏仁嗰啲皮同埋尖啊食多咗咧係又苦又冇益嘅。處理完嘅杏仁加500毫升嘅水，大火滾到剩翻100毫升左右，將杏仁撈出嚟，再用呢啲水咧去煲大概30克左右嘅糯米粥。呢個時候杏仁咧就唔使再掉翻落個煲度去煲噶啦嚇，因為杏仁煲嘅時間太長，其實係唔好噶。大火煲10分鐘，再轉細火煲1個鐘頭左右。記得咧阿膠唔好一開始就放，更加唔好成嚿放落去啊！最好咧就將佢提前打成粉，煲足到最尾15分鐘嘅時間，放5克落去，攪勻佢就得噶啦。咁樣煲出嚟呢煲粥又綿又香啊！阿膠嘅品質咧好緊要噶，最緊要揀山東東阿噶。有興趣嘅咧點個預約啊！